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25，旧历的3月25，礼拜一。后来本来拢固定伫下晡2点召开的疫情记者会，今仔日延到等一个4点半以后才会来召开。主要是因为确诊甲隔离的人数增加真多，指挥中心按算要来缩短到居家隔离的时间，嘛要来缩小到抗疫的范围。但是这个配套甲相关的细节，拢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。指挥中心早起甲县市政府来讨论到执行的细节，下晡召开到专家的会议。等一个4点半以后，会来开疫情的记者会，由指挥官陈时中亲身来说明。后来，因为为着这个病毒的人是愈来愈多，也毋过有99.5%拢是轻症，也则是无症状。指挥中心按算要甲居家隔离缩短为3+4天，就是3天居家隔离，第4天快筛若是阴性，就会当来出门，但是就要专程来挂喙安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到屏东来参加一场的记者会，嘛同意向这个方向来行。也毋过安尼一来，是毋是会增加到社区传染的风险呢？专家讲，当然会，只要隔离的时间缩减，就一定有风险。那民众呢是普遍支持甲这个居家隔离甲缩短，因为安尼对经济、对维持正常的生活拢有帮助。本土确诊的人数，逐天拢有几千人，数字真惊人。不过今年开始，大部分本土病例99.5%拢是轻症或者是无症头。为着要维持正常的生活，指挥中心伫24号正义的防疫会议提出减少居家隔离的时间，院长苏贞昌嘛同意。尽量来缩短居隔的时间，来减少匡列的人员。我同意。往这个方向来走。居家隔离的新制安怎做？目前规划向3+4来做，嘛就是3天居家隔离，第4天开始快筛阴性就会当出门，唔该专程挂喙安，袂当伫餐厅内用参加大型活动等等。不过若放连，敢会增加为着病毒的风险。那目前因为疫情还在上升段整个疫情还没有稳定，所以这个时候用这个措施呢，其实是有可能会增加这个社区感染的风险，比较有方便吧，比较不用隔离那么久，造成生活上的一些困扰。对，就是经济来讲的话，3+4是有帮助的。对，只要是说如果说有在自我注意，还是说一些自我管制的话，我认为这样是很 OK 的了。居家隔离的时间有可能减少，实施的细节要需要协调规划。毕竟要让全民维持正常的生活，也是需要好好掌握疫情的状况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